这叫做高丁吹啦。高丁吹的高盐，9成哈。你真正甲酸啊有高盐，从下到上吼，有高盐哈。啊，这咱宜兰的特色的方式，甲别人无共款，是讲你看伊顶悬是白，下骹是乌的嘛。顶悬白这是放咸的。啊，下骹乌这是放乌糖。哇！所以吼，理论上是为进甜甲普通啊甜。甲普通啊咸，甲正咸安尼，有迄个口味上的变化。对。吼，口味上的变化。所以恁若咧食的时候，你是爱安尼规甲切落了，啊规地安尼甲横切，安尼吼，安尼这边来食。啊内底有甜，佮有咸。对。是毋是甲东南亚的娘惹糕有淡薄像？差不多拢是迄个原理做啦。你看什么板条啦，什么河粉啦啥，伊差不多拢是用再来米的米浆吼，啊落安尼做。